2025年立法會選舉如火如荼，香港島東選區呢5位候選人各有咩特色同優勢？究竟佢哋有冇能力打動選民呢？等港紙記者帶大家一齊嚟了解下啦。大家好，我係1號候選人工聯會吳秋北，力爭連任，為民發聲，讓我哋同啟治理新篇，共建幸福港島東。全城出發！大家好，我係2號候選人席潔玲，服務社區超過10年，亦準備好繼續服務香港，利用新思維激活港島東。專業多元國際視野，我係3號候選人郭浩景，10年服務，為基層解困，為中產發聲，帶領香港突破新局面。大家好，我係4號候選人自由黨阮建忠。建忠決意要成為中產革新嘅代表，進入立法會，為中產發聲，為革新打拼，關顧弱勢社群。大家好，我係5號李青霞，亦都係現任東區區議員。我服務地區已經超過20年㗎啦，讓我哋共同努力建設更美好嘅港島東。如果想知更多選舉新聞，可以睇港紙 Haki Post 地區報或者 Facebook 專頁。